一個人嘅禱告咧，去到最盡嘅時候咧，地球都要停住，即係話整個世界都可以改變。聰明你個愛喺我哋身上，能夠我哋係愛嘅時候，我哋愛埋人。亦都因為你嘅呼召，所以我哋走埋一齊，我哋去禱告你，我哋決心我哋要改變啊！佢係想改變更多嘢。我哋禱告神，神就將我哋咧不知道又大又難嘅事咧，係指示我哋。激烈愛耶穌，投入愛香港，10月1，香港祈禱日，預咗你。